才是受死啊！我问我角度，我这里乖嘛，你是要陪我，你爱搁陪偌久？阿母等了足久。细汉时阮挂心头，大汉乃会手走掉。亲像无收的野鸟，茫茫渺渺随风飘。排着青春离开家园，愈飞愈远，愈飞愈远。敢知阿母的目屎绵绵长，夜夜含泪叫你紧倒转。好通转来呀，好通转来呀！阿母出无偌生过世，毋通互伊短短一吐时，较无你的气。这个写较济啦，龙珠嘛，回头啊，紧转来，好通转来，咱都试过一下流浪嘛，迄种情节。即我家己做 MV 啊，用家己相片落去搭，乌白斗，变做一个。现场拢大家叫我亲一条啊，手现场。
OK 啊，家己的歌吼。我是安平啦，所以我第一个吼，内举不避亲安尼啊。我先对安平追小客吼，小解去吼。这个书当然我相信大家拢最了解，伊这台语老歌，这个作词作曲的吼，咱拢最了解。甚至讲伫迄个年代，战前日本时代，到战后，伊所推杀出来的一寡唱片吼，因个词差不多固定迄几个咧写，较有名，较有人去唱，因个歌较会唱伫迄个年代，所以当代有伊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足有名作曲家，伊是柯基安尼。安平追小客即个故事吼，我有一寡先摆去研究过安平追小客，伊即个故事是真实性。伊讲安怎来讲？以迄个年代对吧？好人伫咧全世界伊个医学对吧？因伫个医学一部是全世界第一，日本较排第二个。好人是所以伫个好人，你要做医生，你个医德爱做好，医德所以我迄个先摆讲即个故事绝对是虚构的，假的代志。因为好人过来遮，伊无可能安尼。一只拢无留住钱，伊就等于无人放一个查某囝金小姐伫咧找老爸，如果这是一个虚构，当然文学就是一个虚构的物件，真实的物件，真实的真相，咱看拢是直觉看，传说会水浪漫，传说会较浪漫，但讲传说过拢是假的啦，比如讲三国演义咱知影有刘备、关公、张飞、李三个，历史这三个但讲咱若看正史，毋只是交代因个做一寡代志，但是因为透过三国演义，咱较知讲这三个因土皇三结义安尼开始，到三国演义战来战去，后代子孙有才会信关公。去拜关公，这是因为《三国演义》平时因为历史真正有即个人，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关系，所以讲传说会较水，小说会较水，文学就是虚构出来，来，这安平追小客，伊内底就是一个故事性讲新青花人长杨松，风出金华事渐浓，士农尊虎王，人心全无通，伊是子孙牛风洞。即个古怪啦，拄风浪，拄着风浪放阮前南王，心情无底固相思寄入海边风，海风无情笑阮寒，毋知初梦心茫茫。因这就对啦伊搁咧写，伊就是一个假视觉模型，文学性就伫咧内底，用作白话的物件，伊会讲一个故事。第二段共款就是讲因即个查囡仔已经20岁啊，佫看无因老爸倒，伊拢是互伊老母请拢大汉安尼，到底是死也是死毋知影，到尾上尾巴嘛是想着讲希望讲安尼今仔日会当有一个多情囝阿爸，会当早日回归安平城。即个安平的金小姐，一定是即个好人的对象，是即个好人的对象的查某囝，安尼。即个金小姐是伫咧搭，其讲伊可能是为着押韵啦，可能是迄个景正常就对东路写是错误的，船对人是东路写是分雷声、准雷声迄是对，倒来较靠分准雷声，就种讲落车嘛遐，落车人嘛毋对，应该是爱分准雷声毋是东路声，毋是遐讲路，迄毋是安尼。就讲因为迄阵可能就是即个运较好用，即个运较好用，当然即阵我嘛
去放落起来一寡相片来咱来看，即个就是单独的，较早晓得台湾带领导嘛说苦笑也做有影。就是讲即个面对小曲即个曲调我听过神来讲，伊讲即个苦笑伊有一种迄个本学音乐，伫日本咱有听到一段melody，一段旋律袂来，伊拄仔记起来，等下也写一个melody出来，就是即个安眠对小曲。所以应该是迄个本后一个比安眠对小曲搁较早一个版本，但一个头尾我无完全相同。来讲因为我记得先办伊就无甲讲迄个听也无得出来，然后伊是听过所通煞的，所以来讲苦笑就是风迄首日本歌，小可带回转来到台湾时，我甲即个单单舞安尼结合做一首安眠对小曲。好，安尼咱就来听歌咱先听苦笑的版本，伊本身伊也是伊也有唱伊也有唱这头一个咧唱迄种设备或者迄种录音的设备叫我妈妈，我妈妈7点来，讲我伫遐准备啊，我7点半开始伊甲我先，咱来看现代的版本，现代版本较好听于天的版本还是比较好听。咱来会晓唱，咱跟咧唱，我头摆放到一骹2脚心情灰暗暗中，风吹起花树情浓，心拢做何往？人生全无同，伊是行出不风浪，放我真难忘，心情无地讲。就是行着海的风浪，海风有情，笑温暖。不再做心朦胧。可是咱在现代确实有较好听啊。这些东西，伊讲较早伊咧作曲的人，可能伊对在理并毋是讲伊个声韵声调，并毋是计去开口去演绎，所以绝对产生抖音的情形。比如讲，心情灰暗长阳中，长的阳中，来讲伊是安怎唱？心情灰暗长阳中，阳中伫遐长，多变长了。应该你应该是讲应该讲，伊没有伫写咧讲，讲唱的人爱家己去，把迄个台语的调爱家己找调好声。心情灰暗长阳中，安尼就是长阳中，毋是长阳中，阳中伫遐长来，得迄伫遐长。这是抖音啦，抖音 OK。
咱来看一个首，这是足有名的万春风。万春风伊是李林秋写的诗，李林秋的诗足多啦，有够济啊！尤其是这个作曲的田武贤，田武贤迄种，真几咱讲四月望雨，四季红，我也是万春风甲古雅话，因拢是田武贤伊做的曲，内底也有李林秋、万春风，还有像周天王、像古雅话，而且拢周天王后壁也有小改的咱先来看这田武贤，伊讲内底的歌词我无想免搁念，因为人做熟啦。这是咱有咧唱台语我今仔记的5条我全部差不多拢会晓唱咱看这李林秋少年时阵安尼田武贤这一看安尼，做迄个文艺气质伫日本时代安尼安尼算上界光卡的，拢清差。人家海得较头安尼，我是做书务的嘛，地骨大，西龙雕的，拢伫即摆叫做酒店，较早叫做夜铺较是我都毋知。台南迄个保米楼，较早伊保名顶就是伫遐，因为先知道伫遐有一寡艺大，一寡查某艺大伫遐表演因的歌曲，还是伫遐念诗，是念拢是较古典诗，伫迄个年代。即首嘛有导引的精神的，比如讲独夜无花酒店的千万对面吹，唱啥17、18岁袂出嫁，当着少年家，独夜无花酒店的千万对面吹，即应该第一音吹，然后就来变吹。就讲你若要对流是清风你也去对面吹啊吹就对啦。对面吹嘛，你个对面吹，清风伫对面你也去对面遐吹，清风即个人17、18岁袂出嫁，17、18岁袂出嫁，袂出嫁，袂剃头做伙事。过一个迄阵，收音机什么收音机上面一个叫来拉里奥，拉里奥讲的声拢较浮嘛，所以我有先摆伊就来讲，迄阵伊还讲毋捌字，袂去学校读册，讲毋捌字的，伊来讲，伊就问讲，爸爸为虾米因17、18岁伫遐卖水鸡的，卖水鸡，共我伊个声调，因为家音袂清嘛。阮咧先讲毋是卖水鸡是卖出家袂出个时候袂出家，即拢是一寡导引的一个。但讲伫迄阵，伊可能曲三段拢固定的曲，但讲因的词拢是三段无共款的词，所以伫迄阵因就是足多，要作词啦，一定要有一个无法底去，无像即摆你作词，你凊彩一条歌出来是第一段唱的，后壁个副歌搁跟唱几啊遍，最少有三拍的歌词即摆较少啦，尤其是台语的讲的而且万春风就是一个查某仔咧思春，伊个思春写，足有路的，讲想要问伊惊歹势，心内肝疲惫，这个够有路的，查某仔17、18岁嘛，迄阵咧思春，看了扫着即个少年家顶北看，还讲毋敢去讲，迄种矜持查某仔避暑，安尼内底还有听见外面有人来开门甲看卖，结果是结果毋是啦，风咧吹啦，甲门顶单着啦，伊就讲剪羊嘛，月娘唱阮无偌大，互风骗唔知，是风咧吹，把即个门拍开，就是伊迄个意爱的对象，迄个少年家来甲伊看因即内底即个门也是够悬的所以即首万春风开一直流传到即摆，我出现了翻唱我今仔日放个版本，我的偶像，飞飞版本。
就是要把青葱留着，然后第一段是青葱没有那些。越开始。安全的对齐。而且这个会哦，拍到这个，迄个日本时代的建筑。这个为开始拍插手啊。第三首要来扮这个官网花，官网花是咱台湾人普遍的，咱台湾人的名人啦，为法做起源吼。普遍的伊的曲伊的词就对啦吼。伊咧写歌词，其讲伊较早会写歌词，拄有人。就是讲即个诗做好，即首诗做好，伊都来批破起。比讲可爱的话，你著迄个毛巾可爱的话，比如讲即首《寒芒花》就是电舞戏替伊破起。我个即有几啊年前伊因后生是柯姓夫，伊伫咧公园啊，就恋爱事件，迄著是因。就是对科比迄个时代个电流传落来来做一个慈善机构。因柯先生因为着要纪念因爸爸，到阮台湾就做一结合，伫咧台湾文物馆办一场柯比顶个演出会，拢是伊写的歌，叫我看这边演出有管弦乐，到一个室内乐拢有啦，互伊伊个做大条安尼。所以歌嘛，可以，因为伊本身伊也有写小说，也有写散文，伫咧迄个年代对吧？会使用台语写也无几个，伊嘛是伊就是用台语写，会使写小风诗，即个写足新鲜，伊就伫咧遮口头边仔有伫遐个庙啦，搁过来从书讲个海基北界，搁遐个新面伫遐关继续嘛，个写个小风诗个故事。伊就家己编一寡剧情安尼，足新鲜。这小王是我有一个朋友叫周定邦，周定邦我就我嘛有教家信啊，甲推荐讲，因为伊个念歌7字念歌先单袂去，讲伊也看有机会咱即个庙口广告叫来单看卖啊，互人伊会做者。伊嘛是有甲小王是甲编做7字歌册。拢会大，后伊有一本册，嘛有讲CD，安尼。最近伊有要办一个演唱会，就定办，伊就办一个演唱会，安尼，真好啦。
伊算伊之前伫台湾文化馆咧做做什么研究嘛，顶个月较退休尔，迄算暑假做好，迄个咱伫个生活美学馆，山顶海面7场后诶，别个团体邀请伊伫遐聊歌，咧讲迎春朱丁顺这个老前辈伊故事袂歹。来，一只瓜芒花，白无香落，冷风来摇动，无喜花，无美梦，啥人相疼人？世间人经常抢花，无人来探望，只有温柔清白光明，笑不着袂梦，是这样。讲伫咧后壁第2首咧，只有风雨温柔摇摆，过阮的摇旗。这个技能看起来，甲风叫阿姨开始咧，多情金歌来来去去，伴阮过黄昏。伫个流行歌来讲要用文学来写歌来写会当足通俗的，一寡流行歌伊个陆王秀老师我做皮松伊，但是现在咱来小解着伊个歌，我即个伫个一个台南不发赢，我去讲来上伊个课有咧讲耶稣讲啥是上最好的流行歌的写法，来讲耶爱占几分，耶占3分就好，词占7分，来讲安尼唱起来，文学成句小可淡薄就好。你讲规首拢文学性，安尼足听足歹势，听听无啥有。当然受过雅气，受过文言气，安尼就我就朗上口。大陆真正我当耶稣讲啥，是即方面。所以讲伫个讲日本时代到战后一段时间，因所写的书，拢有符合着这耶稣讲啥。嘛是买手了后开始，故事开始手写在一个歌就出来，迄种足粗俗的，所以有人讲第2歌足无水准的，并毋是无水准，是一歌足有水准的，伫较早一直咧流传落来，佫有新的歌起来讲袂成，因为伊个7款20、8款20，这段时间来爱听迄种。用主的心情啦，爱变这个尔啦，开始一寡手写在一起歌，舞蹈啦，爱情的天主我问你，艺术上歌拢足切，我就迄个时代，即摆这个时代佫无共啊，因为我今年的金曲奖，佫无共，开始因为作词甲作曲的，因为提升流行歌的长处歌嘛，我是办这个李庆美的帮会。李庆美伊本身是一个对歌请出来，了做演员。我最爱看伊歌戏，伊咧歌戏足出的。我最爱看伊做可怜，做人个媳妇还做人个大姐伊咧做这种做法，伊嘛足够唱，有一寡声角个底，但讲伊唱起来我用一寡半声角个声音，所以就袂讲离咱伤远。嘛袂讲安尼，讲足粗俗的种手法，所以我找这个帮会，这个歌嘛，我有做做帮会。即个我可能因为我较少听，舞蹈较少听，即个我做好做啊。我把我听。
就是咱即个当用古典的唱法、声乐的唱法，来当用现代流行歌的唱法，拢都适合的。过来是要小解淡水模式淡水模式，迄阵叶俊麟甲洪一峰因两个合作伙合作的歌曲有够济，算袂清我一寡就去做咧研究日本时代甲战后这段时间，因为台语歌了因拢有去探讨，甚至讲去田野调查，访问叶俊麟本人开始伊的后代子孙拢做了解，迄阵因的时空背景到即摆，甲咱现代像迄种的淡水，甲咱即摆淡水模式写的迄记甲即摆淡水是无共款，差得济时空背景是无共款。当然洪一峰咱也做了解，是作曲家，伊嘛是一个足有名的歌星OK， 而且咱来看这这是叶俊麟。洪一峰咱较熟，洪一峰咱就较熟。文学的物件内底有一种叫做视觉模式，模式不一定是视觉，咱的五感看到啥、听到啥、闻到啥、食到啥，讲闻到啥，五种五感。这个五感的模式咱用了水就对了，伊会当增加迄种画面。不管写诗散文、小说，咱就想讲，只要是文化的物件，咱加一种模式，而且足具体的模式，了后伊会讲也是增加，互读者真正是伫咧内底共款。看一幅图较实是讲一看一部会顶当的电影，安尼。这个文学迷人的所在，一只伊即首诗，这个歌颂日头上要沉落山，水面染五彩，伊咧唱染五彩，伊讲台语来讲，直接喺台湾染，衫裤爱染色，染五彩安尼。迄阵，伊讲我拄来咧讲这个神扮节，但面面老师但面面老师伊就会讲，这应该唱水面染五彩安尼。迄阵伊嘛有甲叶俊麟因拢熟识，甲叶俊麟讲，我做啊。伊即摆知影歌都已经出来啊，会有收嘛是使伊，所以到即摆一直流传就是染五彩，即面像爱讲染五彩啦讲男女老幼咧等待，时阵倒转来，讨色到窗棚放开，轻声诉悲哀，幽怨的心情无人知，而且就是讨色的楼台门放开，就是迄阵皇宫咧到。红港，日头要落西就是有一寡，来讲趁食查某，开始咧出来营业，即摆因开始出来营业，因讲毋敢大门开开，过来就是讲门半开安尼，就讲这是伊的一点吧，就讲伊心情幽怨，伊的心情命运环境的部分，互伊不得不来做直接度的，所以幽怨，心情无人知。这就是第二点就是下暗朦胧的卫星地平线浮出西无山，而且伊就讲着河的水影，
海风阵阵寒，鸟仔找无伴，来体贴动心肝，这种是听觉、视觉、某些作用的，互规个教，皇宫教有带诗意，来夜夫 AM 教，教一个精声心稀微，像比海边起，灯火真稀微，闪闪像天星，灯火足真稀微。咱咧看天顶的天星就对啦，伊无可能做大趴啦，因为伊一片拢乌的嘛，一丝的丝。伊个丝是拢做细趴，咱远看做细趴，咱现主起来看到灯火，那个路顶啊拍比是足大，是足光的规片，规条拢照的。但是讲伊用这种诗来讲灯火真稀微，为什么稀微？看的人心情稀微啊，并且这个灯火是真正稀微。所以人讲真景引心微，想起着某一个时阵迄个过去的代志。所以这个歌是足有无共性的较早录音室袂做歹，一定要足古早会迄种配工啦。咱来听伊爸仔囝来比较一下，来比较一下，阿妹讲的情况。我17岁时，阿姨讲19岁是拄出道，我就到电视啊，所以我总爱唱伊的歌。听是看到，听到尾啊，听伤久到尾啊，时间到，关拢来办了。第5首就秋风夜雾，伊讲我要推周天讲我对，迄阵差不多甲李立秋伊共演的，差不多2支大条，写台语歌词是因2支大条，李立秋甲周天因迄周天有写做安尼。这种无看，忧伤人。我特别对忧伤人有一个印象特别我迄阵咧细汉咧听歌，我就听这个歌，也毋知伊是人做的，毋知啊，迄阵拢毋知咧。到咱较大汉了时，有去看者《孤鹭花》，孤鹭这部小说，白先勇写的《孤鹭花》。伊内底有一首歌叫做，但我伊毋是忧伤人嘛，伊遐改写。讲是写啥？伊甲即个人去就讲因中国的孤鹭花故事，因中国的一个算啥讲？
大班拢带妈妈桑来台湾来熟悉，了讲一寡故事用杨三郎写用一首歌落去。迄种伊曲，像种杨三郎伊有一条足有名的曲，是万里三分。万里三分伊也是一个足有名的曲，迄首我足爱听即条万里三分。伊个歌词足简单，但讲伊曲应该是讲曲写了好，所以伊个词到顶落足简单个词了后，曲伊就特别讲会当无即条歌一直流传落来。但讲我讲因为伊个曲收过白话收过直接所以伊个讲宣传较无遐尔这秋风夜雨就无共，是讲风雨声音搅乱秋夜声，时常听起大滚口鼻声。这一般歌词足人安尼写蒙单就安尼写。台语诗来讲，像我咧写台语诗，我就用种写法。我现在做功课，我袂使讲，我做功课袂，我用照别款的景来讲先来功课。大骨仔咧考，大骨仔，你讲捌听过大骨仔咧考的声音？毋捌，我嘛毋捌。大骨仔咧考鼻声，是伊讲是听下迄个人的心情啦。但讲伊听的方式是别种声，容易听了就是大骨仔的声。这安尼。第二段讲故事因为无法度结成无原因环境会做个伊个事业，而且只后壁车辆已经收稳等一当安尼，亲像海上的小帆。这个版本袂歹这个杨三郎我欣赏，因为我是讲伊这首的词这首的词较有艺术，无杨三郎的曲来讲足多啦。就听我讲乌夜花，伊个词来，伊嘛是有故事。乌夜花内底嘛是一个相当的故事，从一个产条查某伊伫迄个身边，算落雨的暗暝一蕊花乌夜花因为乌夜花伊较简单所以我就跳过，我就收秋风夜雨来绍介这九条歌。这条歌我也足爱唱，我家己嘛有唱的版本。我先来较比较一下。本来是来听阿明讲，我会梦想我拄来讲的，我17岁时，伊拄19岁伊19岁出道嘛，从我拄变声，就声音行拄爱唱伊的歌，甚至讲伊模仿伊的声音，我迄阵声音甲伊唱，要我，拄伫个14年前，我拄出来2009年出来的时阵，拄一个医院公司的西来晚餐节目。去阮兜拍我的故事，我阮兜住伫安平路遐拍我的故事，了后阵特别来宾就是阿明讲，请来台湾兜做伙食饭伫遐迄阵伊拄迄条上海的人，要出版，要发现安尼，当初伊甲我教上海的安怎写，迄种市面上无一条歌，我就感动。反正有兴趣，咱点 YouTube 点。我的名，你就找着即个版本，伊用去阮兜做节目的版本。来，咱来听伊唱歌。伊唱一段，我唱一段，我也唱一段啦。我阵早年就听爱唱卡拉 OK 到即个去卡拉 OK，大家点主去点
条袂共别人录影，我这是因啊，我手机也就搞我做，很听啊。伊这个包括我做来是慢慢啊，雨天出来，但是又是重新编曲，而且装进来，啊，了最主要在叶老花方面啦。我这超10磅钱啊，比贝斯特还要贵些，那个好听是多的。开始进口了，进口。这部戏就是我所听一个古今嘛，古早哎。伊讲我古今台语诗，台语歌诗，都这个系列的演讲嘛对。伊仔日算第3场。我之前2场所小解的，拢是全部是台语诗。我就无晓得古早歌啊，因为今仔日是伫个庙口，我想讲可能来听就是我互你唱古早。我讲全部拢放阮台语诗里写的诗吼，唱啊，因拢冇听过啊，后壁规定了人场，所以吼，一头前先来场一个，放5条台耳熟能详听啊无。后壁对吧？可能后壁50你有诶冇听过。但讲会当去看着讲台语诗，伫个战后开始了，因诶脉络，创作诶脉络，我第一个小开始，也是讲就是即个啦。我主要讲诶成败就是即个。我拄出来诶时阵特别是拢算熟悉伊了后，伊4个咧演讲，伊拢招我做下去，做伊诶助理，就是我替伊操作电脑。伊会领导是讲即首就对啊，即首原底是一首台语诗，叫做《咱的故乡》。伊的本身就是故乡是咱生，故乡是生咱的所在。讲念讲阮在心内，付出心意，付出爱，代代花蕊，代代栽。故乡的四边拢是海，青山绿水随阮来。美丽山河咱所爱，毋通互人来破坏。故乡突出中央山脉，峰峰相连，插入云来。玉山阿里到奇来，这是命根的所在，这是一首诗。王明谦伊这个作曲家王明谦，我一个顶礼拜伫现在也办一场伊的演唱会尔我有去听，迄阵一场介大场，阿扁也后来看，迄场就一寡台风来打啦。就写台语小说就叫陈瑞，毋是唱我迄个陈瑞陈瑞伊是足有名，伫阮台湾界算是上强正宗的金字塔的上帝，带迄个上一堆加拿大转来，我参加世界无法行，以后去听一场安尼。伫遐后面听我讲即个故乡的部甲改做台湾，所以说后壁。从讲，故乡嘛改做台湾，尾手就讲有时阵话人毋知讲即个典故的，伊就讲即条台湾就是词甲曲拢是无明体，伊讲毋是啦，词是单面联系的，伊只是改2字尔，所以因两个感觉是共同创作的词，即首伊有足侪版本，我伫个讲迄讲伊的演唱会是顶礼拜六，
第二摆啦，咱演手是伊嘛是唱一首，嘛后壁有一个合唱团。我感觉用伊家己本身的流行歌的把声的手法，甲后壁的合唱团拢写相结合的时阵，会互人感动。这条歌真正听着，尤其是咱若主张台湾建国的，会特别听到这条歌吼会足感动。哦，咱来听伊这个讲。只要搁着一直重复即个曲调，从唱到后壁做澎湃，伊迄个地区的人演奏会较高响感，了后是唱人的一直声一直加强，所以种感动做够。咱来先来听王明天伊唱的，头仔是伊唱的，我应该把这个版本来做，拄才把了收进去。今天摆咱所看到嘛，美术安尼，一个人爱行大语堂，有转去，有搭对后壁有合唱团。台湾是西南的所在，江洋港，阮在阮心内，付出千。迄个年代战后开始咱一寡阮台湾一寡前辈伫咧推出这台语写作，并无一定是台语诗只是讲因为台语诗是上较直接，因为对咱是现场随念读出来，开始朗诵，朗诵出来，所以因写的台语诗会较押韵到位。伊可能会去押韵，开始写一寡较口号式就写咱的行口号，是讲咱伫咧台湾，伊要推出台语，互你读出来，你就会直接感受，直接感受着，所以直接感受着，就变做是歌，伊的歌也是就当个，因为阮咧写台语诗时，阮咧写的时候，第一就是感受着，伊来感受着，阮的情感是藏伫咧内底，
所以伫迄个年代写话，甲阮即个年代台语写是较无共款。伫迄个年代，黄春生恁老师又是伫台湾演讲唱歌现场吟诗，歹是伊出国去到外国，外国一寡跟咱个台湾算一寡种白色恐怖有名大，无法度转来台湾伊就拢去现读严重个人拢是生人个所在，当然感恩在心内，付出心意，付出爱，代代花蕊，代代山，像安尼探落着，因在地遐台湾人着，目屎流目屎水，因为伊无法度转来，伊就是感受的。就迄阵，就譬如讲咱个故乡就出来。甲后壁即首毋通嫌台湾，也是共款即个意思。即个林永明先生伊讲我后手小白5个，无条看拢甲我作熟的这种是我的先辈，内底也是上尾尾是甲我同辈的，即种叫讲先辈永明先生伊是写台语诗散文，伊是专在，伫阮台湾也算专在诗散文小说评论，而且伊是华语台语拢有咧同齐写。伊毋是一般就讲写台语，伊有诶伊是早期拢写华语，有一个觉醒了伊想要写台语，一直拢写台语，就无法度去写华语大部分拢安尼。像我是算像我即种开始写台语的较少啦，伫台湾界袂超过20个。写台语差有千几个啦，有付出台语面差百几个啦，付出台语面。像我即种纯台语，落来就写台语，拢是袂超过20个。一小写台语，无是，拢毋捌写过华语。杨明先生是伫咧台湾界是算，伊也是写山头，来讲伊是台语华语同齐写，所以伊会当写报社后咧读伊的诗。伊也即几档也出册，一直咧写，退休了一直咧。拢一直写文章，台语、华语拢同齐写。即几档旧年出2本，今年听讲今年佫毋知后个月又佫要拢一本新节目了，出册足紧。伊佫有继续写。这作客小太太一个咱国内著名叫啥过身去的伊嘛是白色恐怖受害者所以伊伫咧外国做签证来台湾台湾。伊是做有名作曲家，即首《毋通嫌台湾》的版本，听杨明先来讲，应该有70几个版本。人较耳熟能详的小太太这个版本，咱若听祖先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土地有较黑，阿爸会搬阿母的血，着乡土满世界，像这种这意思互伊读出来就知，毋免经过思考。读出就知啦咱若听说，请你毋通嫌台湾，也有苍云，也有山，过去的地满布的香，互人笑台，才袂空咱若听台湾，请你咱若听故乡，请你毋通嫌台湾。虽然土地无轻松，认真拍拼，前途有望，咱的幸福无输啦。是这是伫咧台湾市路迄阵。伫盐水台湾市咯一个因每一年拢有一个音乐会，台语诗的严读的音乐会，这是其中一档我去办理去。即阵伊拢搁着放伫伊的面册，第不是不可的大头贴，讲去到遮水，伊毋敢看。咱来听伊即个版本，尼可能就是我来当一种版。因为足侪版本我来放即个徐锦存的版本，因为我最爱听徐锦存唱歌所以接下来要为大家演唱的是。
出来听伊声音吼，尤其是我开始有学过声甲了，我拄爱听伊声音，我第一日了有声了但有达到是合唱班、合唱团，咱台南一个爱甲合唱团的团长，云南爱博士吼，伊是一个声乐家、音乐家，爱去家个内底，开一个班，我去报名参加了，开始对学声乐，出到了嘛有去咱是爱个合唱团去遐唱一单，了又通过落班了，都继续去唱吼。讲我一生的改变，就是这个云南派老师啦，伊互我上大的改变啦。向阳老师，向阳日本那个林基勇迄个老师是迄阵番一仔时间，就是台语战后第一本的台语诗集落去时空诗写的，就是比如讲拄只林荣敏老师、林老师、吴建连。林中元咱中元先生甲向阳，做对李金华，一直到今嘛迄是算台湾界上个早的第一个台语的诗社，伊伫迄阵，用伊即首后壁的文化算较有名，迄种俗有名，迄阵向阳老师伊咧写即首的时阵，讲袂使讲闽南语，闽南语当然是方言。伊个年代是方言诗，所以讲即个我有一摆听，人咧甲访问讲，迄阵咧写，搁写落无所在人发表，无人咧谈台语诗个台语个，一种方言诗，就是讲迄阵国民党搁强压国强压制度，伊报社刊出来毋知出代志，方言诗，所以到尾伊就家己收集啦，收集伫伊家己个诗集内底。安尼，所以即首阿爹的同胞，伊阿爹就写同胞啦，妈妈写头章，母的头章，伊就讲伊的年岁嘛，少年时阵、结婚时阵、生囝了，安尼，伊的年岁，他们的色彩，阿爹咧描写，因阿母的意思，阿公就是要用薰吹，阿嬷要用白晒，伊讲这个白晒。讲因阿嬷看伊孙无说伊去跋倒就流目屎，所以伊有一个咧，向阳老师有一个咧，类似种家庭亲情的诗，拢写做好。第迄阵伊若是我讲直接要互你听有，但讲迄阵向阳老师伊是伫咧华语诗，较早写华语诗就作文尔，伊较早写华语诗的，尾手了伊有一张写台语诗，写无济伊台语诗写无济。但讲到即马，伊的台语诗搁就到即马搁咧流传咧，搁有伊的歌伊的台语诗有足侪人来编辑，讲世界渐渐进嘛，比如像我开始伊做一个写就离大白蛋，乌暗评论，就是像我有台语也有华语的版本。咱来看伊的诗我哪真有伊的版本的款，我哪真有伊念的版本，我去也即摆找新版我来无片文老师伊咧念伊家己诗做好听每日早起时，天还未光，阿爹就带着饭包就是即摆讲的便当，其实便当是日本啦，日本话啦，日语。方法便当，是日语。迄阵，日本时代的进程便当即种物件叫做饭包啦。台语便当就台语叫做饭包，饭包安尼。阿爹就带着饭包，骑着旧铁马离开厝，出去溪埔替人跋山石。每一年。阮拢咧想，阿爹的饭包到底是啥物款？早顿我问阿兄食包配豆奶，阿爹的饭包起码也有一粒卵，若无安怎替人跋山石？有一日早起时，天
了乌乌，阮偷偷走入去灶下内，掀开阿爹的饭包，无半条肉，3条菜脯，番薯仔、番薯签葱饭。伫个即种写法就是老爸安怎听囝，安怎听囝，伊某一条写出来，伊就是用即个景安尼，伊是用囡仔角度去看，所以即首一直到即摆，阁足侪人咧流传，足侪学生囡仔，全体人送拢念即首，台语用即首啦，华语用念即首吴胜老师的《甜蜜的负荷》。爸囝就拢固定念即首即首著名咱来希望老师伫我第4本诗集有替我写一个诗文所以我做讲做敬佩伊是我的偶像，我看到伊，我安尼讲话拢安尼，讲袂啥出，会紧张。伊是三个兄弟，一个中间咧，我就看住住南，伊是咱岛人嘛伊伫迄个淋浴的款，迄个浴就是火，有3片，伊就是一个诗人。上细汉的叫林国伟，即摆伫咱南大科技大学伫遐做教授。林国伟甲我较熟，我定去台南看黄山老师遐奥数研究，阮两个就足好个着因杨秀文老师甲林国伟，因拢有咧写台语，因为应该讲林国伟看到我台语诗了以后，有一张启示讲哇台语诗水哦，我甲林国伟靠话讲所以我伊也叫我听10回有但我看甲秀文老师咧讲话，我会紧张，伊是算我的偶像。好来，咱来看即个。阿爹的饭包，伊拢是一寡合唱团的唱法，拄找着有副歌词的有字幕的，咱听较有。
因这咧唱吼，听讲，因为伊这用合唱做个唱法，啊，所以咱咧听伊也无字幕吼，直接听袂咧唱啥，合唱做个唱法，因为有几个就是四部合唱，啊，做咧唱个就听着因好嗨的声音尔，然后是听无歌词，有个歌词拢一直重复，啊，所以我找着即个有字幕的版本，我较介意。譬如老师伊现场的念迄个版本，伫顶光也出有吼，啊我临时也咧做，可能是时间袂到不对，所以我有跳过。哦，迄个老师是一个我足敬佩的一个东西啊吼，足强逼哦，嘿。我今仔日所介绍4个神拜，一个拄仔共陪，拢是即4个神拜拢是我的偶像。后来陆汉秀老师吼。陆安秀老师，伊是，我觉得我也是即个看到的报道啊，用访问伊讲伊要推销一个叫台语心理学、台语心理学，哦，啊，要去了后，我就看到拢去看伊台语时阵嘛，去看，好，我感觉讲伊是咧写歌词，伊也先伊讲。伊就是咧写歌词，然后伊个歌词就哪诗共款，哦，所以讲耶稣讲啥就是安尼来。哦，伊已经创作在几条歌，顶一阵啊，今年我伊有出一本书，有帮上水，甲伊所有写过的歌词就对，哦，合作伙做一本册，哦，内底10几条竞选的歌曲，啊，边个竞选的歌，春天的花蕊啦，台北新埔中啊。做足多，后尾食拢是，拢民进党的哦，啊，伊较不较成的，伊就是，伊有得过两届的金曲奖，最佳作词，哦，这个金老师，金老师，话来是我第一届吼，看到台语诗吼，咱台语歌词会写到遮尔水。我震撼，伊这毋是喊口号哦，伊这是较早伊种喊口号哦，一看到就要你知影。然后伊写的是啥？伊读出来讲啊，天星下过小山沟，伊的影对着泉水来。老到咱兜的门骹口，咱攀着星光流落来，啊，平平凉凉，感情相通。伊嘛是咱念着一节段，伊就听。但讲伊感觉甲迄种口号式的无共，伊是有掺入内底，情绪是掺入内底。但讲伊用的词，咱听有。所以讲即个耶稣讲啥，伊本来是有家己内底加3分尔。哦，啊，即本就是台湾听有的种讲法。哦，尤其是后壁，云贵山了过白白，有时浅浅，有时厚厚。云虽然行行真老早。山远远伫遐咧等候，啊，两个注定做伙到啦。哦，我是云，你就是迄座山，顾着你，惊你受风寒。我过白白，你真足看，特别拢是个海干石烂，啊，一生你是我的心肝。即句啊，云贵山咧过白白，哦。我就去这个看即句，啊，拄啊有时我会去想象，哦，也是伫咧山顶的时阵，一支山，啊到过，啊到过，啊到半山就开始将近山的顶方，全部个是不在，哦，伊都过呢，迄就是想的。前几站我甲一个朋友去东花佚佗，哦，就说一个啦，隔壁路人啊。到屏东啊起来，哦，台东花莲伊啦，啊到花莲时，中横，阮台湾西中横转来，哦，西中横转来，伫咧山顶我真正看到红尾山了过来，而且会使，啊伊啊拄好一个，车咱停的所在，我停伫遐，啊伫遐翕相，真正看到一条山，啊云伫遮飞，啊点伫遐。真正是云尾山，迄种看就感动，心内就想到即条歌安尼，
有时清醒有时搞搞。伊咧写情歌、情诗啊，男女之间诶代志，伊甲即个陪伴，后边古早是陪伴，翁婿退好陪伴伴。即个陪伴，伊甲即个典故，用伫咱现代，而且佫用伫个足自然诶生态、山甲湖即个物件，所以我足感动诶。你话邱老师，我是来介见面啦。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伊诶学生。我这个阵啊，去台中，就是去住音乐生，伊也是写台语的我就去拄好做老师，引导听伊讲话。伊即首着也是潘丽丽的版本较好听，听是伊的版本较好听。别人要安怎唱，我感觉就是无迄西南的开口，应该是讲回来，西南的开口就是咱算有像唱歌戏的歌戏腔啦，唱歌戏腔口，伊唱，反正伊唱歌戏的，伊唱西南种开口，小小种开口，安尼，出两张专辑，拢照相。
我去活动公司啦。活动公司刷片啊，我会去地区附近，地区附近，但是你刚刚你也是，你刚刚过也是啊，一般你看是讲迄个陈建新老师，因对我做过，迄阵我拄出国的时阵，也袂晓讲妈妈伫个中和差不多历史博物馆较头，我中秋的后遐，但我是历史博物馆迄边。搁伫咧安南平附近，我两个人遐开一间，寿司馆，素食卖寿司的。我妈妈是咧食寿司嘛，我两个人袂晓煮食，袂晓煮食，我要开寿司馆啦，开9个月，开9个月做大，就把你当过盘掉安尼，规场拢带过来盘。所以这是一个经验啦。我这世人无是生意惊，无适合做生意。我就生意来，无强。伊讲陆安秋老师伊台语诗影响我足大，因为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另外在厝里内底有上届买一页有19条台语歌，我为着要写歌，天下文。所以伫咧内底，伊的长底句啦，伊的长底句，甲所了解的耶稣讲啥，问下是占小可这种情形有去受到陆安秋老师的伊的影响我今仔日有段时间会有上届尾也是帮我家己写的歌毋知会有袂？我家己想的无要紧，咱话袂听过，就咱比较甲伊。拄仔即老师，我真欣赏伊，遮伊是一个足水务的啦。伊捌做过文化局长高雄文化局长，内底的文化局长，但我伊足水务，伊到伊出门嘛是短裤衫啊，拖来出来，我是足水务的。伊对我足肯定啊。迄阵我咧讲的时候，伊阵我伫咧台湾日报。伊做副刊的助理的时阵，我就咧看手写稿，手写写台语，去到报写，伊有帮我看，伊搁写过来甲我鼓励，所以我对陆老师足推荐。有一届伊有我，伊甲阮一句话，互我足感动，伊讲你用即摆写台语诗要写名字，剩无几个，这是对我足大的肯定安尼。咱台湾界写台语诗，写名剩无几个因为我2003年开始写，经过从今年到今年我20担，咱行到这个坎站这个前辈因的诗，互我足多一寡启示，搁我家己思考，家己去研究的一寡台语诗的写法，心理学安尼，较咱接触一条我家己较无共款的路，全台湾界我歌笔上写法，无人活动去放无落来安尼。这首嘉华黄嘉华是我艺术会的朋友伊会出大出早做水果娘到这我无想要嫁安尼。我用这首有无就是伫咧前几张迄个什么大佛，什么。我要是片尾曲有无？伊那阵有入围，有得奖的款啦。那阵主持有得奖，伊即道我有得奖。当然伊对我发明的是这林生祥，林生祥伊的版本安尼。这首好伫倒，是讲伊咧写歌出嘉华伊甲我思考足好个嘉华应该嘛有。无错即个你阵你海洋你家人的海洋大使即位无是范江的，伊毋知缀即款毋知，伊拢一盘啦，咧讲台语是其中一个伊个人足低调，伊是阮台湾界一个才女，伊我拢足讲写歌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今年出一本我属于你工杯，伊第一本台语散文是足恐怖，伊做写文章的，
第一站我认为，查某囡仔送伊写到上好，伊就透视人，伊讲嘛，伊拢无想要出版，伊讲卖也卖出去啊，然后伊是安尼认为啦，所以即摆拢照一寡编辑的启示啦，介绍写论文啦，开始写评论啦，伊创作较少，对于伫伊的面册就，你着随时会看到一张相片，写几寡代志，内底就有足大的含义伫内底，真好看。伊咧写讲有无啦，就是写人生啦，有无嘛？人生无定着，世事歹样事，翻身的呛死，有啊无？骆驼3年骆驼8年啊，虽然好也杀，到咱个北部有啊无？这个写人生嘛，你是毋是好的运气呛死有啊无？会当互你变心，咸鱼大方生，变心了变好了，袂有啊无？拢伫咧问嘛，有天有地，有生有异果，有破树有田螺有草仔花，有片有鱼有肉有鱼有片有籽，有即身正义，有知己，愈梦幻愈泡面，愈路也愈甜，后壁是无爱部分。拄则头一影无地无天无星无地果，无树无田无草仔花，无看的无听的无闻的无担的，即担就是咱的潜藏嘛，咱用咱的志，担无空思妄想无代志，芬芳一喙薰，耐甲火水花，耐甲吃一个花，薰头薰色有啊无？薰味有啊无？这个人生，薰头薰色，人个一生啊，你开始食薰嘛，薰色袂啊，安尼比如一生嘛，有啊无？薰味，甲薰味，杂好啦是。你要食薰就你的虚华的部分，虚华的部分就内底有啊无？对头到尾就是咧问，一直咧问有啊无？这是毋是？咱来听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好听一段，听原曲较慢，接话伊下面手几个版本叫我有一摆水高车的高峰，水高车高峰呾水高车跳了，以后就无，伫遐演讲，伫遐唱歌。伊也有唱一条，伊是大起无，大地主题安尼。就讲我伫录的时阵袂介清啊，歌词袂介清，也是放伊伫咧。伊家己唱，伫外口大起大
我一直考虑，要讲家己的看法，应该过会有啦吼。但即条好谈转来，就开始写啦吼。有即个客吼，即个名字伊是台中，伊是宜兰人吼，去台中中省，去中省。伊本身那是伊是一个音乐老师，也是一个文学家吼。伊来写诗，来写散文吼。从身躯出各样去，一定拢爱坐轮椅。抵抗力、免疫是足低，所以伊做即个出门，伊若出门拢是因翁甲顾着诶。从2、3年前，伊开始也咧写台语，开始咧写台语。伊为咧写台语歌，台湾伊为咧写台语的文学的部分。再从到熟悉了后，我嘛甲顾着会写台语看卖。写较有文学性，从开始去比赛，台中文学奖摕到第1名，台语诗的第1名一名次，安尼。嘛是介绍嘛是一面出识Facebook，我高中我毋捌看过伊伊讲用想要替我的台语诗做歌，我摕一首去落做，伊就写来了，伊讲家己开始去请伊编我编曲了，我家己。去录音室录，去阮一个好朋友伊家己用个录音室。你是要陪我？我是以我妈妈的角度来写一首诗啊，我妈妈的角度，我是咧乖嘛。你是要陪我？你爱阁陪我久，母等了足久。细汉亲阮挂心头，大汉咱会手走掉。亲像无收的野鸟，茫茫渺渺随风飘，排着青春离开家园。愈飞愈远，愈飞愈远。敢知母的目屎伊面床，夜喊面叫伊紧倒落。好通转来呀，好通转来呀。母出无偌济伙事，毋通互伊等甲入土池，较无你的气。这个写一个龙珠啊，回头啊，紧转来，好通转来，咱个死过伫遐流浪啊，养受着。这张图啊，伫阮头前，阮兜的头前出来，咱庙边仔过，我只庙埕，一摆就是三叉路，遐是。
家己都变成家己的歌低头放到尾啊，头前遐成本拢办1趴2趴，无要紧啦。咱成本对我做好 ，OK， 这是我家己做的岗位啦。这是像4当前普及吼，足侪人吼，感觉足爱听这条歌。所以伫咧，我伫咧咧演讲啊，还是啥物吼，我拢会随时载这条歌的顶换单，随身电阮载的。有人要现唱，有人要听，我就现插咯，就现唱。随时讲随便摆要唱这条歌袂歹啦。今仔日讲我到车咯，介欢喜吼。我们今天做警察的，我们就叫咱电影要把保险搞起来。我讲的，迄个罗汉秀啊、向阳啊、林永敏、陈明仁伊9月初9，伫迄个基隆人，其他里面有咧办一个，若是台湾诗歌的音乐会，9月初9，咱伊是9点到中昼，伫咧基隆人，我较早在主我较保护咱的工作内底，大家有时间等来参与。我另外有我来的时阵，咱A 理事啊，我之前咱金武记大兄讲，咱陈庆寮扫帚啊，咱以后会当来安排，就是讲咱会当安排一道来做扫帚的体验啊，这嘛是咱以后会当来安排事情。我比喻理事嘛讲，陈庆寮遐嘛会当有直接嘛，所以咱嘛当安排是 DIY 来扫帚嘛。这嘛是咱以后当来安排的一个活动。最后有咱刘洪家，有咱伟志刘伟志壮的时候，我叫今年只要到小类了，刚是到小类，我咱感谢咱刘洪。因为我真爱参与替老师家分享。其实，我本身嘛是咧教只是讲要像安尼去欣赏台语歌诗吼，会机会较少。不过我之前我捌听过小黑老师啊，谢明佑老师之前伊有类似的吼，用迄种文学史的方式去讲解迄种台语歌诗台语歌的演变过程。过我是讲，当然啦吼，迄是有一部分是台语发展的迄种过程，是有政治化的部分。早期时讲你无法度讲了足明显的，伊种诗歌内底你无法度讲了明显，所以台语诗台语歌也好，台语诗有一部分是表现得较压抑。你讲出来的时候，变做是较数字字。我感觉吼，聘老师今仔日编诗，我感觉伊互阮体会着讲，其实台语诗歌伊有另外一方面，包括是生活，生活部分是进一步讲着，过伊是搁进一步去编诗讲，台语诗歌内底迄种文学性，伊的音乐性，而且是伊的生活当中的艺术性。即部我感觉相对来讲伊搁比进前可能进前咧去分享即种台语诗歌的，有讲较压抑性、较抒悲情，即部我感觉较典型着，嘛会当反映着咱台语诗歌里即个时代，其实应该会当聊行出咱家己的自信。即部我是感觉真感动，上快感动的是。为了迄条歌，你真正是咧赚人热泪。我感觉迄条歌真正夭寿诶，我甲在，是真正足感动诶啦，因为虽然可能老师是讲已经行过啦所以咱大家侃而谈，常分享。过，这是用你的人生慢慢嘛是放人心内，
我想妈妈嘛一定是有一段是换了一艰苦的。啊，过好较早，台语诗文内底吼，甲佩云老师甲接起来，佩云老师嘛甲台语诗文诗歌咧，搁甲发扬，变做是咱台湾台语诗人前20名。就是咱台港文化基金会内底哦，较互我写牌。即摆吼，我即种感动啊，即种自信的，当以后当加过来举办聘老师嘛，做时间嘛，当我伫个参啊使，我给大家简单参大家分享。咱我吼要讲即个狗会提高。迄是咱龙尾门渔夫创的事，吼，伊80大寿，80岁大寿，伊是邀请阮即种做土管溪文化园区，吼，阮的代志班，吼，啊包括社内，吼，阮遮因迄个学过咱社内过4代人人。哦，演唱四个歌，拢家己作词作曲。啊，阮迄个土管溪文化园区，阮负责两地，头是1、2、3、4，拢因4代人员。后壁阮两地，就是一块第5地，就是即个蔡基兰伊所写的替阮参将，哦，啊第6地就当教授。当红景当老师写迄个班智慧的春天，吼拄好拢总杂地歌，阮要表演的，阮就表演第5地甲第6地，希望咱遮大家拢会当来参与。因为我嘛真感谢就是歌聘老师，就是会使，其实我会感觉讲，会使学写台湾诗，其实贡献真特别，因为伫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因为我是练建港龙头安尼，我嘛爱真感谢就是台港文化促进会的理事长就是玉坤老师，就是其实我高中就开始读音乐，嘛是因为有即个缘分会使甲伊熟识咧。其实我感觉因为其实我做这个时间我都甲聘老师就是台语时代，我就是讲，我就是家己学写，就是讲写，比如讲伊，虽然讲即摆写台语写程度，甲伊比其实搁差足济，就是诗人，我变是种初学安尼，但是我就是感觉讲，会使着即个要甲台语即个代传的即个传承的过程，会使就是每一项拢学，嘛讲就是未来有法度就是继续甲聘老师做伙学习啦，将伊的即个，虽然我甲伊写共款的，因为我模仿过伊的诗，但是就是要模仿甲出诗，其实无啥简单着咧。嘛就是希望讲有后摆有机会，就是后个月若有时间，可以再来听台港文化促进